来继续来看，立法院长韩国瑜，昨是第一届来主持着朝野协商，确定着立法院新会期开会日期，就定伫2月20。啊，讲伫咧协商的过程当中，韩国瑜甲鲍昆萁合力，甲郭建明、甲黄国昌一直咧过招。讲这个韩国瑜加上这3党的总调，红讲是4大金刚咧斗法。啊，今仔日是过年前，立法院最后一个上班日。 韩国瑜一透早就到立法院拍卡上班。院长，你为昨天打几分？早，谢谢啊。前一天第一摆主持朝野协商，原本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坚持立场，公2月初6开机，和郭建明、鲍昆萁悄未好势。我们要让新科立委有好好的准备时间。韩院长这边如果可以让我们基层的公务员牺牲年假来做准备。 我们所有国民党团54位立委通通 ready。好像因为我们小小的一个党团啊，希望尽早开议，这样一个卑微的请求，搞到整个立法院的基层同仁啊都要加班。最后决定2月20开机，马创下20年来旧历新年上早开机日。韩国瑜马上是安全落宗。那如果这样子，我们第2案再开一个满堂红，好吧？ case one 要给韩院长打100分好。韩国瑜甲3团的总调，红讲是4大金刚各手过招，严格重点伫后壁。昨日个2月29备委员会调委选举将要开始，严格民众党背色想要拼一个调委处境真艰难，毕竟法案有54处无需要让。民进党因为进前电话门的争议，恐惊是真歹合作。对任何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、协助等等，国民党都以最大的诚意来看待，好，所以我想未来啊，国民党的协商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。我们会跟民众党在召委的选举上面进行合作，至少我是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讯息。那当然，黄委员会有他主观的期待，那。 就大家都会有自己主观的期待。这段话敢若是咧测定合作的机会，毕竟黄国昌互看做上可能抢下司法的调委，严格如今看起来嘛是爱伫那里个叶棚内底求生存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